今日要说来去嘉义县阿里山乡的这达那遗谷被叫做是苦花故乡。不过10年前北北风灾将当地生态是拍甲密密茂茂，互苦花鱼一阵仔呢拢无看到。好哩加在经过10年的复育工作，苦花鱼即马又搁活跳跳出现咯，也正做到达那遗谷的新景点。 清气的溪仔底有真侪银色的鱼仔咧游水，这个画面互人心情真放松。啊，这鱼仔网耳真优雅，毋过网耳嘛真活泼。溪仔底这袂输那箭头同款的鱼仔，有一个特别的名，叫做苦花，学名是台湾鲜暗鱼，嘛有人叫因过鱼。嘉义阿里山达那遗谷，清气佮袂伤冷的水，上适合因生活。银色的外表有带一寡污点，因为爱食藻类的食物，互人感觉伊的鱼肠食起来苦苦，所以就叫伊苦花。苦花真有活力，力头真饱，真侪人嘛拢真爱来挑战钓这种鱼仔。毋过10年前北北风灾，互苦花位达那遗谷无去。当你看到那个达那遗谷的情况，你会觉得哇，达那遗谷可能以后会消失了。经过三美村民众的呼吁，互苦花搁一摆出现伫溪仔内。先自己用人工挖一个大型水池，然后找苦花的鱼苗，然后在达那遗谷溪开始做浮育。北北风灾受到迫害，毋过民众真骨力咧呼吁，总算互苦花搁一摆出现，若正做达那遗谷的新景点，嘛互爱钓鱼的人会当继续过来挑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